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晚安。我们可以从你们在座位上站起来，我们要一起来敬拜神，因为神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盼望。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名，我们来做出得胜的宣告。哈利路亚！来到神面前的人是有福气的，你是有福气的人。我们一起拍手。星星看见牛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信心能让我们看见流奶与蜜的地方，信心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的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我要得胜的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这是我得胜的宣告，这是我得胜的宣，这是我得胜的宣告，这是我得胜的宣告。那拍手，把我们的荣耀、掌声都归给我们的耶和华。神是我们得胜的盼望，我们把生命献给我们的神，来到神的面前，给最爱的耶稣，用我们的心完全顺服他，完全降服他。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盈，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盈，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们来献上，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我的生命献给，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主，我们要喜乐地跟随你，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你先爱了我们，开启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在任何的环境，你都叫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你永远保护我们。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
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你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是的，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盼望。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主，你也是我们公义的主，因为你带领我们走公义的道路。主，谢谢你，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真的渴望你坐在那宝座上面，悦纳我们的敬拜，喜欢我们的敬拜，让我们敬拜是得到您在这样的一个宝座上面所看重的。谢谢耶稣，因为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多端的环境当中，即使是在许许多多的困境里面，即使是在这样的害怕的环境里面，主你依然保护看顾我们，这是你的应许。谢谢你，你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与你连接、与你交通的利器，就是祷告。让我们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我们一切的忧虑来卸给你，也让我们大大来张口的时候，你从属天的应许就降临在我们当中，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你，也让我们心永远属于你。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请坐。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神的名哦。那神的名我们要来赞美他，来认识他。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不能够
来按照他的属性来赞美他。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主是我们的公义哦。那其实公义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不是一个普遍的字眼，但是今天我们所谈的公义，却是对我们的未来、对我们的幸福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关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的建立。如果你了解他是公义的主，了解他的属性，你所说、所做、所行，你就会特别注意，特别是我们对神还有对人之间，我们能够做出使神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渴望公义，但是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达成，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表示就是什么？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公义来达成，靠着我们自己的方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唯有一位公义的主，就是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向这位公义的主来祷告，因为我们只有透过这位主祷告，一方面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另外一方面才又能够彰显他的慈爱。所以很难的哦，只有这位耶稣，只有这位主才能够帮助我们，才能够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连我们的信心都是他所赐的哦。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到就是祈求，然后靠着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公义。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他引导我们走义路，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的经文，耶利米书23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我们认识到他是谁，他是公义的主。所以在这刚才我们所读的因为他所做的，才能够让我们有恩典，让我们有未来，我们不至于在罪中被辖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赞美他，我们要开口来赞美他。我们赞美他是位公义的主，因为一方面要满足公义的神，一方面又要彰显上帝的慈爱在我们当中，很难的哦。原本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原本我们是不配的，但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边祷告。不然我们连祷告都不配，连祷告都不能哦。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来感谢这位公义的主，他是我们的义，他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现在因着你是公义的主，因着彰显出你是公义的主，你创造我们在这公义，现在主你就是按照我们形象所造的，主啊，你早就有一个方向，永恒的盼望跟永恒的标准在我们里面，主啊，这标准就是你所做的事情，主啊，就是你是公义的主，主啊，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就在这个职分，主啊，我们就在这个关系里，主啊，我们就在这个里面的关系，主啊，忍耐，主啊，我们得罪了你，主啊，我们失去了这个正义，我们失去了这个正确的正义，谢主，我们是被降的，主啊，我们不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公义的主，主啊，按照你的公义，主啊，我们的生命要被审判，但是主你是慈爱的主，主啊，你用爱你的圣子来爱我们，主，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创造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使我们的生命，主啊，真是有那永恒的美好。但是主啊，怎奈我们实在人想当上帝，主，我们总以自己为中心，自私自利，自以
我们就失了准。主啊，我们失了主，你以你为中心那公义的准。主啊，我们就失去了跟你的那个美好和谐的关系，以致我们得罪了你。主，我们本应该是在那恩典之外，因为主你是公义的主。当我们犯罪得罪你，主，我们本就是应该被你所刑罚。主，我们只有一条死路可走，但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除了是公义的主，你更是慈爱的主，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主啊，那怎么办？我们该死的人怎么办？主，你用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跟我们立了新约。主，我们谢谢你，以着耶稣基督你来救赎我们。主啊，你使我们再一次跟你来和好。主啊，使我们再一次在主你的那个恩典的位置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使我们在这世上度日。主，我们知道有你的时候，就像今天的经文，主，你的日子到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在等候那个日子，但是我们哪里知道每一天都是主你的日子？因为主你每一天的保护保守都有主你的恩典的道路，使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走。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这个礼拜你透过约伯。主啊，约伯这样子的所谓的义人，主啊，他都会遭受到这些苦难，不是因为主你不爱他，不是主你不保护他，不是主你不与他同在，乃是主啊，你透过苦难，主啊，你再次像那扬声筒，你告诉我们你有多爱我们，以至于约伯，主啊，他在那苦难中仍然能够来赞美主，你是那仍然活着拯救他的主。主，我感谢你。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主，我们有很多的苦，我们或许我们真的是今天不知道在哪里，但我们只要抬起我们头仰望你，主，我们就知道，主啊，你到如今都保护保守我们，主啊，你仍然救赎我们，因为我们的救赎主仍然活着，而且永远活着，永远成为我们的拯救，永远是一路带领我们走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而且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去。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在读在家会主就是在读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他透过上帝赋予他的使命，告诉他的百姓他们有罪，那如何脱离这样的罪？透过先知告知，但是他们不听，甚至要逼迫或者是杀害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预言将来这位王要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圣经旧约预言或者是在描述的就是耶稣。耶稣他用他的生命、死亡还有复活来重建、恢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使先知的预言能够应验。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或者是在保罗宣告罗马书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是上帝的恩典。原本我们是犯罪，罪的工价乃是什么？对，乃是死。我们死路一条，但是因着耶稣，他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属天的恩典。我们被神称为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感谢主如何为我们付上代价，使我们能够称义。还有就是我们要感谢他，因着我们的认罪，他接纳了，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邀请大家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实体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感谢神，让罪能够除掉，我们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创造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爱，如今我们能够在你的应许里面能够被称为义，因为
赦免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废掉了冤主啊，仇，因为主你的使心意，我们主啊，能够乃是与要神人和人好都。能够得救。感谢主啊，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总是使我们在那个绝望当中，主啊，让我们在死路当中，主啊，你给我们一条活路。主啊，就是你用你自己的身体，主啊，为我们代赎，主啊，为我们舍去这一切，使我们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真的就有了生命。主啊，因为你就是道路，主啊，你就是真理。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阿爸天父，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公义的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遇见你，我们就有救了；遇见你，我们就有出路了；遇见你，我们就有盼望了。甚至主，这救恩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如同你的话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也不是因着自己，是因为这位主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拣选我们在主你的恩典当中有份，让我们如今能够在这个看起来正在动荡当中，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变化，特别在疫情期间，让人好像长期就在那个疲乏困倦的里面。主啊，但我们遇见你就有救了，因为你是公义的主，你是在不公义的时候彰显你公义的主，你是在公义的时候更显为公义的主，因为唯有主你是公义的。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将我们内心的疲惫，将我们内心的软弱，将我们内心的挣扎，以及将我们所看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群体当中，好像渐渐的疲乏无力的时候，主啊，我们要紧紧的来转向，抓住主你的公义，因为我们认识你，我们就有救了，我们就能够从那个疲乏困倦之处再次重新得力。因为主你扶持我们，你是我们的盼望，你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你拣选我们，你主动邀请我们在你的盼望当中，在我们每次唱诗歌的时候，在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在我们每次想起你的时候，主，我们就有救了。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这原来不配的生命，因着主你的拯救，我们可以得着盼望，我们可以在每一个不公义的时候，没有公义看见遇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仰望这位公义的主。恳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时候，主，我们的心更要紧紧的来抓住你，跟随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也让我们更多的要走向你。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也要为了我们的国家来祷告，那我们要同心守望守护这块土地不容恶者得逞。那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常被译为公义，也可以翻译为正义诚实正确、公平、确实或者真理、正直那公义主要是在指我们可以在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站立得住那这一点就是牵涉到你我是不是能够达成对神对人应有的这样的关系，或者是亏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圣经才在讲说，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神，所以以致我们站不住脚。虽然在希伯来经书中常常指出，当人行律法就被称为义，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却知道说，
行律法却不能够让人显为义。最要紧的是内在那个信心，不是你外在的这些的行为。所以内在的思想、动机跟欲望是关乎我们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目标不只是我们做神所说的，而是要好像神一样。用爱迪生他的话来说，就是公义是最主要而且基本的关系，不是一种成就。那基督徒的公义是一种方向，是一种忠诚，是一个对神的承诺，或者是一种盼望。而这只是有在某一天我们才会来临的，就是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做。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些的经文我们就更明白。一起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知道这一两天阿富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神学是重新掌权，塔利班掌权。那就有人说，哎呀，我们今日的阿富汗是明日的台湾就抛出这样的一个危言耸听的话那当然我们不信了但是还是会有人会造成一些的恐慌。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这个国家认罪悔改任何要分裂或者是让人恐惧这些，我们应该在祷告当中捆绑斥责。所以我们为了国家的危难灾难中，我们认罪悔改，唯有合一，唯有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够有平安的未来。我们也为着降级之后，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神的恩典，特别是在外交，因为抛出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美国也说我们不会抛弃台湾我们知道人就是没有办法永久可靠，只有神才能够成为我们永恒的可靠。所以我们在整个外交跟内政面临很多这些的冲击。我们也为了疫苗，我们的缺乏、医疗物资等等，我们恳求神真的怜悯。最近国产的疫苗的问题等等这一些我们恳求上帝给我们有足够的疫苗，不管是外国送的、买的，或者是我们本身我们国产的疫苗求上帝给我们有供应足够。我们也恳求神赐台湾有平安，来代替我们所面对中国对岸的恐吓。几乎1天2天就会对我们恐吓。求神来怜悯这些敌对的政权，他们不知道权柄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奉主的名祝福执政掌权的，在推5倍券也好，或者是在处理这些疫苗等等，我们恳求上帝给总统这些执政掌权有智慧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也为了这些防疫的人员，我们看继续在施打，今天这些疫苗也降到20岁可以做预约。我们也看到疫情所带来的，还有水灾，中南部的这些的灾情，都受到很多的冲击，有很多的商家面临关店。我们恳求神使用基督徒站立起来，
能够为了这一些的破口，这一些的需要来祷告，特别是在苦难当中，我们一定会看见神如何向人彰显他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来祝福我们的台湾，特别是让我们的百姓知道认识神，因为一切的平安，一切的未来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奉你名，为了台湾这块土地、这个国家、执政掌权人，包括在野的来祷告。主啊，恳求你施怜悯，怜悯这个时代，怜悯台湾。主啊，在我们过去的缺乏当中，在我们过去面对疫情的严重的时候，依然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度过这样的一个危机。主啊，让你的平安能够代替从前，因为你是平安的主。主啊，奉你名来恳求你伸手，让在整个这样的防疫的能力，在支援的这样的需要当中，有神你的供应，足够的供应来帮助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得着你的帮助。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执政掌权的侍卫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谦卑来寻求你，让他们真知道有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谢谢你。亲爱的耶稣，我们要大大的张口，主你就要充满我们。主，我们也相信你的话语说，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台湾是属你的，世界都是属你的。主啊，我们的国家需要你来带领。主啊，不论我们执政的这些官员们，主啊，我们的总统、五院院长，甚至到我们的各地方的县市首长，主啊，在他们的不够的智慧当中，求主你加添，主啊，让他们也能够寻求你的面。主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转换越来越好的当中，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人的心灵能够转向你。主啊，帮助我们的国家，主啊，在遭受许许多多外交或者内政的争执很多的困境当中，有你的同在。主，我们相信你说君王的心如同龙沟的水，在耶和华手中随意流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些执政的掌权的，主啊，他们就能够使台湾走向一条公义的道路。主耶稣，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供应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台湾来用。主啊，虽然我们听到整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发生，包含台湾有水灾有疫情，但主，我们相信你掌权在当中。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你祝福台湾，祝福台湾所有的人民，不分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能够走出这段困境。耶稣，我们也求你来恩待我们，在这疫情当中受到许许多多经济困难的，或者水灾当中遭受损伤的这些商家，或者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百姓，都求你来恩待，特别求你的平安在他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你叫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靠着主来富足。我们也相信，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主啊，虽然人有匮乏，但主你是丰富的，你必供应有余。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更学习靠着主你的话语站立得住。主啊，不仅站立得住，能够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坚固。主啊，特别在这不平安的当中，求你的福音就能够广传。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主啊，就将你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主啊，使他们借这个疫情也能够认识耶和华至圣者，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也认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可以靠着别的名靠着得救，唯独耶稣的名。圣灵，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靠主你得胜。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经验他的恩典，为了我们教会，为了我们的肢体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波的疫情当中，无论是教会聚会也好，财务也好，或者是肢体们，他们在经济上、关系上，特别是在心灵上，最近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心灵也受到一些的冲击。我们要一起来守望、来祷告、来祝福。我们先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呢？没有呢？是用力
不是，乃乃用用信信主之主之法。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感谢主，让我们透过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看见这些的破口，我们用信心来宣告、来祷告。为了在降级的疫情当中，神给我们的恩典，从50名的限制到100名。感谢主，让我们透过这样，我们也看见人的灵命的软弱。因为在害怕或者是没有办法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信心就软弱下来了。求神来怜悯，也能够让教会成为社区福音的出口。我们透过一些的线上的这样的一个讲座也好，或者是礼拜，或者是其他的活动，我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让这些讲师能够帮助我们在心中的一些的疑问。在人数的限制当中，我们依然要有智慧去面对、去牧养。特别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像今天有的在绕道手术等等这一些我们恳求神来帮助，还有住在加护病房的，还有在长期的病痛的过程当中，求神来帮助，让这些小组长、区长能够协助牧者来牧养，也让肢体之间互相有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扶持还有施打疫苗有这样的一个平安零副作用牧师下个礼拜2礼拜4牧师娘还有孩子还有我们弟兄姐妹有陆续新民是礼拜1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要在下个礼拜要打疫苗。我们会担心，就是说这个疫苗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只有神知道，那求神来保守，也为牧师来祷告。那也为了我们的家庭、亲子关系还有经济，我们如何面对这一些的冲击，在家的学习陆续的开放，工作上、学习上，我们的指考已经放榜了，希望这些年轻人他们有新的未来，他们有新的学校、新的学习，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如何有好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们也为着教会在培训一些的各层的领袖，志工翱翔领袖营，透过鼓舞班，我们有看到社区有一些他10-20位以上的社区的人士进来，还有儿童。我们透过阿嘎培的科学营、青年的培训营，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些的营会、线上的营会或者是实体的这些的活动，把人带进来了。我们如何去牧养他们，跟他们建立关系？特别是在这个暑假还要进入尾声的当中，让这些孩子们、年轻人，他们能够自主、自学、自律。愿主来帮助我们，特别是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社区的祝福。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些？就是要为了福音，还有福利。福利给他们，但是最终我们就是要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心田里面，这是我们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赐福。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宣告说：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透过弟兄姐妹同心合祷告，就看见神的恩典遍满在迦南教会，遍满在我们弟兄姐妹，遍满在我们的社区。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因为你慈爱，能够让你的教会成为这社区的主，成为这社区的一个窗口，走社区的管道来认识你。主啊，谢谢，虽然我们在重重的困境跟限制底下，但是我们依然看到神你的恩典够用。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肢体之间彼此有这样的扶持，彼此有这样的一个带导，彼此有这样关怀。我们透过小组来关怀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在病痛的当中，在住院的，他们在接受这样重大手术的生命的挑战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弟兄姐妹在群组上彼此来教导，彼此来关怀，然后就看见神你的爱就在当中。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因着你使我们有方向，因着你使我们有力量，因着你使我们能够培育这些的领袖，从儿童，从年轻人，甚至全人，我们都是为了这个赢得这些社区的人，让他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恳求你施恩赐福在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这城市的光，城市的盐。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你的教会，祝福这些的社区的百姓，认识你的恩典，领受你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阮热天的爸，阮要为教会降级疫情下的灵命更新，来教会真做社区福音出口来祈祷。求主你和阮伫个人数限制下的实体甲线上同步礼拜的这小组会当得到牧养，并且会热烈服侍助力，并且和阮这肢体间咧拍疫苗的时阵会当减这兄弟会当有减轻因的副作用，并且因的新生灵会当健壮。求主你和阮每一个家庭有亲密的亲子的关系。伫咧防疫期间的时阵，家庭的经济会当度过这难关，并且和阮每一个兄弟伫家中学习，并且工作有效能，伫就学就业这青年也有方向，因会当全力以赴，会当迎神益你。求主你保守志工的翱翔的领袖营，鼓舞这儿童、青少年、甲成年、还佫被儿童的科学营。甲青年培训的营会进行会当顺势，会当得到这世代的人的心，并且和每一个在学的学生会当有自主、自学、甲自立的暑假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那你姊妹，咱要来宣告上帝伫圣经内底应允，宣告圣经中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要除掉刚硬的实心，要给我们什么柔软的心的心是肉的心。我们一起来用主的话来宣告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感谢主哦，神应许我们，如果我们改变我们自己哦，除掉刚硬的心，有柔软的心，主就应许我们作为他的子民，他作为我们的神。为什么？因为他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一起来宣告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引导我们走得救的路，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得胜的宣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他的百姓。我们一起来线上弟兄姐妹也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宣告说：
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这是我登山的宣告。弟兄姐妹，信心使我们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登山的宣告。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登山的宣告。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登山的宣告。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哈利路亚！我们要宣告在敌人面前，主为我们摆设宴席。我们要用这样得胜的宣告来到神的面前，大大张口领受他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盼望在你，力量在你，我们的未来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你是赐平安的主，你是知道我们在困境当中需要你的同在的主，你是知道我们在害怕的当中，你伸出你慈爱的手来扶持我们的主。特别你是我们公义的主，你因着你的名引导我们走公义的道路。谢谢主，今天晚上的敬拜，今天晚上的祈求祷告，都愿你悦纳，愿你来赐福，愿你来垂听，愿你从施恩宝座上面赐下医治，赐下你的怜悯，赐下你的供应，指引我们很清楚未来的道路。谢谢耶稣，我们再次将我们的全人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来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哈利路亚。上帝与弟兄姐妹同在，愿你平安。平安。请坐。